Hello，我係 Wing Wing，睇今日嘅4鋪，睇我點樣絲滑嘅入張。第一張牌又嚟一對喎，不過我哋七小隊冇翻倍，所以一般都唔會做七小隊。OK， 碰隻叫啦，頂打隻5筒出去放降喎。呢度對家打1萬，我冇睇到，好彩啫。而家碰咗拖牌啦。OK， 暗降8筒，好降爆。你哋有冇留意啊？敲台哥只係摸咗1隻牌咋。OK， 中3隻，睇第二鋪。呢個起手牌可以用一個醜字去形容。手牌已經夠醜啦，仲要連罰我2張牌喎。哎呀，6索放降添，一手咁樣嘅爛牌，居然仲放降。呢度入隻5筒，你會打咩呢？入隻5索，我考慮咗好耐，最後打5筒啦，應該冇打錯啩。OK， 碰隻3筒，再等碰隻叫啦。哇！我就話8索，以為冇嘅啫。呢手牌居然打到而家，佢哋都未自摸喎。我還沒叫胡呢，難道在等我嗎？我呢啲手上都俾人攞晒㗎。我睇下先，唉，斷鬼埋啦。OK， 摸隻9筒返嚟叫3、6萬啦。莫非真係個個都唔會喺度等我？爽啊！即叫即食，中14隻，一手爛牌可以打到食正張，你話勁唔勁啊？第二鋪1索啊，跟佢啦。我冇喎，手上睇下冇講啊。佢要打啦嘛，佢要打啦。我想睇你發爛渣。上家暗降7筒。OK， 入隻5索叫500萬。呢個時候肚仔餓啦，食返碗花膠先。想食嘅朋友仔可以問我㗎。入砍9筒，咁就唔要4萬啦，叫5、6、8、9萬。OK， 5萬自摸，中6隻，肚仔醫飽，又食埋個糊，爽啊！第3鋪。呢個起手，頭先個起手牌爛到啊！入隻6索，而家就碰隻入隻叫糊啦。OK， 入隻6筒，叫2、3、5、6、9萬。2萬搞掂，又係即叫即食，快啲接靚運啦，中4隻，點個關注再走啦！